同樣嘅命格咧，如果你喺非洲，就係某位部落嘅酋長啦。咁如果生長喺中國咧，有可能就會係一位省長。同樣命格喺中國嘅西北部咧，可能你會係煤礦老闆啦。咁喺香港咧，就可能係李嘉誠啦。每個時代咧都有時代嘅龍朝者啦，又會有一批嘅淘汰者喎。咁今日咧就嚟講下2024年開始嘅離火九運。正式講到中國嘅九子運之前咧，咁我哋先講下其他國家喺度行緊九子運嘅時間點喎。咁美國啦，九運嘅時代區間咧，我哋行緊六運嗰陣咧，咁九運咧其實就喺美國喎。具體咧就喺美國嘅西部西海岸，咁東邊咧同埋東海岸咧係行緊100運嘅。美國嘅西海岸咧有咩咧？咁有矽谷啦，有荷里活啦，有互聯網啦、電腦啦，以及係配套嘅1萬間電子企業嘅。咁矽谷咧係隨住20世紀60年代咧中期以嚟咧，微電子技術高速發展，逐步形成嘅喎。而 Stanford 啦、加州大學啦等等世界知名嘅大學咧嚟襯托嘅。咁高技術嘅中小公司咧係做基礎嘅。咁有 Google 啊、Facebook 啊、HP 啊、Intel 啊、蘋果啊同埋 Tesla 等等嘅大企業嘅，用科學啦、技術啦、生產啦為一體嘅。咁再睇下第3次嘅科技革命啦，40年代開始咧，60年代發力，70年代咧就快速進步嘅，而80年代咧就伴隨住計算機嘅出現啦，一舉抵達高峰嘅。跟住咧就席捲晒全球啦，幫助美國咧確立咗科技霸主嘅地位。咁你以為美國就得20年九子運咩？其實唔係嘅喎，佢係有2個九子運嘅喎，足足咧係40年中國嘅行6運嘅時候，美國咧嘅西邊就行緊9運，東邊就行緊1運。而9運係火，主要對應翻科技啦；1運咧就係主水嘅，就係一個自由貿易嘅全球化啦。而中國咧就行緊5運喎，美國西邊咧就行緊8運，東邊咧就行緊9運。8運咧主要係城市化建設啦，咁9運嘅話咧亦係主科技嘅，即係話咧40到60年代、60到80年代，中國咧喺5運同埋6運係40年間咧，天道嘅9運咧就繞美國嘅國土咧足足行咗40年。係40年喎，咁呢個咧先係美國點解會話佢係上帝嘅寵兒嘅一個原因嚟嘅。美國咧喺40年嘅九子地位中咧，承接咗人類20世紀最多嘅科學發現啦、科技創新啦、發明創造啦、文化輸出啦，完美契合咗電器、電腦、互聯網崛起嘅一個時代。除此之外咧，荷里活都開啟咗專屬佢嘅黃金時代喎，因為美國咧對全球輸出軟實力同埋價值觀咧就係歸於荷里活嘅。咁九子火運咧以美國為源頭啦，迅速就席捲晒全球啦，並且咧始終引領世界。咁呢個咧就係美國天命所歸嘅原因啦，因為美國嘅國土咧係橫跨2個地運嘅，每個地運咧都有唔同嘅側重同埋訴求，所以咧美國兩黨咧係輪流執政嘅喎，天然咧就會適合翻佢嘅土地，咁可以將地運嘅價值咧最大化嘅。而中國咧往往咧就只有一個地運，幾乎咧係全面覆蓋嘅，所以大家明白啦，集中力量就辦大事，所以咧如果唔出錯嘅話咧，就會有利晒全國。而如果一出錯咧，亦都係害咗全國嘅，所以咧呢個力量係好大嘅。再翻轉頭睇翻我哋嘅一個鄰國啦，韓國同埋日本啦，我哋國家先天8運同埋後天8運啦，亦即係日韓嘅先天9運同埋後天9運嘅時間嚟嘅。我哋行緊8運嗰陣咧，啱啱好咧，日韓咧就行緊9運。日韓嘅9運嘅先天運咧喺1996年到2016年啦。咁佢哋嘅後天運咧就係喺2004年到2023年，1996年咧嘅先天9運發力，2004年之後咧就一發不可收拾啦。再睇下咧，日韓咧係9運啦，都發生咗啲咩事先？
1996年嘅12月咧，咁 Sony 咧就發布咗首款數碼相機嘅，然之後咧就橫掃全球啦，一發不可收拾。而佳能咧亦都係基本上係接近時間段火速咁樣崛起。喺過去嘅20年以嚟咧，最為顯著嘅第一標杆行業咧就係高新科技。喺全球500強企業咧，日本就佔咗100幾個啦，而其中一半以上咧都係高科技公司，包括咗豐田啦、本田啦、日產啦、索尼啦同埋松下啦，都係世界級嘅科技公司嚟嘅。1999年咧，《海賊王》動畫首映，持續更新到而家喎。2002年咧，《火影忍者》上映啦，接落嚟嘅流年咧，亦都係迅速咁樣火爆全球。而《死神》咧連載時間咧同完結時間咧就係2001到2016年啦。咁柯南咧1996年1月8號首播，到而家都未更新完。日本之外咧，韓國嘅三星咧亦都係從90年代正式就開啟咗崛起之路啦。21世紀初咧，突然間發力喎，並且進軍全球添。而家咧已經成長為可以左右韓國嘅經濟勢力。除此之外咧，再睇下21世紀以嚟啦，韓劇啊、韓國電影啊喺中國迅速咁樣傳播。韓國嘅歌舞啊、文化產業啊都係好興盛嘅喎。咁呢個過程咧就係九子離火喺度發緊力嘅。不得不承認啦，地運對國運嘅一個加持啊，對於一國嘅文化傳播嘅推動力咧有好強嘅作用。微電子啊、芯片啊、機器人啊、高科技啊，至今咧日本仍然都係領先我哋中國好多嘅喎，乃至係韓國咧都係有部分係領先緊我哋㗎，係無可否認嘅事實嚟嘅。因為咧佢哋比我哋提前20年去進入咗九運啊。綜合上面從其他國家發展嘅歷程去睇啦，九運咧就係佢哋跳升為發達國家嘅一個核心機會嚟嘅。咁中國嘅九運時代係區間咧，對中國而言咧，呢一切咧喺2017年啦已經發生變化啦，而2024年之後咧將完全就係我哋嘅天下啦。你試諗一下喎，疆土面積係韓國嘅96倍，係日本嘅25倍。人口咧係韓國嘅27倍，係日本嘅10幾倍。咁樣嘅體量，一旦迎嚟咗九子運嘅加持，係人類史上咧將會係非常嘅輝煌壯麗嘅。咁呢個畫面咧係太過美好啦，我哋都唔敢想像。咁美國嘅總統就更加唔敢去睇啦。美國研究中國嘅智囊團咧，對於東方嘅三元九運咧係好熟悉嘅。咁對於九子之後咧，中國會發生咩可怕嘅變化咧，更加係一清二楚，因為呢一切佢哋都經歷過，所以咧我哋睇到啦，中國喺17年進入先天嘅九子運之後咧，1年之後咧，美國就開啟咗貿易爭端啦，從制裁中國開始啦，19年就迅速擴大啦，並且去直擊華為，睇到啦，全部咧都係針對翻高科技企業嘅，包括咧2020年嘅 TikTok 啦、微信啦、阿里巴巴啦，全部咧都係指向互聯網嘅企業嘅。點解目標咁明確咧？因為咧喺九子火運之中咧，呢啲企業就係核心嘅擔當嚟嘅。而美國去打中國嘅企業係假嘅，直指2024年嘅九子火運咧先係真嘅。而咁樣嘅嘢咧，就係國運嘅交鋒啦。咁從美國九運啦、日韓嘅九運嘅歷史，我哋可以預見中國嘅未來喺九子運之中咧，14億嘅中國人咧要齊步去跨入發達國家，呢一種打破整個世界嘅政治啊、經濟格局咧，係一個超級事件嚟嘅。以前咧唔會有，以後咧都唔會有。人類歷史咧，唯獨漢朝同埋唐朝，但係咧我哋完全係有能力、有資格去超越前人嘅，從而咧去達到新嘅巔峰。